講起港姐，大家第一反應可能係李嘉欣、袁詠儀、張曼玉呢啲而家依然活躍喺大眾視線入面嘅大美人。但係你哋知唔知道，有啲港姐冠軍喺當選嗰一刻開始就被全港市民狂嘲最醜、豬扒、哨牙、香腸嘴。更誇張嘅係，有人甚至被鬧到35年嚟最醜、史上最差冠軍。不過邊個估到，就係呢班被笑到體無完膚嘅女人，最後竟然活出咗最逆襲嘅人生。但係呢啲故事遠比我哋想象中跌宕起伏得多。等我哋逐個慢慢講。1987年港姐冠軍楊寶玲，你仲醜過港姐啊！1987年呢句說話成為香港街頭巷尾最流行嘅選人金句。點解？因為嗰年嘅港姐選美實在太戲劇性啦。嗰屆比賽可以話係神仙打交，邱淑貞、李美鳳、關秀眉一個靚過一個。結果點？20歲嘅楊寶玲奪咗冠，但係全港嘩然啊！觀眾覺得冠軍冇亞軍靚，李美鳳嗰對電眼先至係真正嘅美女。更大嘅爆點係邱淑貞，佢因為被舉報整過下巴憤而退賽。好多人覺得，如果邱淑貞冇退賽，楊寶玲根本冇機會奪冠。冠軍冇亞軍靚呢句評價伴咗楊寶玲好多年，但係楊寶玲用實力狠狠打面所有質疑者。1988年，佢代表香港出戰世界小姐同環球小姐兩個國際賽事，分別攞到亞洲皇后同全球第5名。你知唔知呢個有幾勁？佢係首位喺1年內2獲世界性選美大獎嘅港姐。呢個紀錄到而家都冇人打破。講起楊寶玲嘅背景，其實好唔簡單㗎。佢阿媽李雲裳係著名粵語片明星，阿爸係成功商人，佢自己讀嘅係貴族名校拔萃女書院，後來仲去咗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深造。按道理嚟講，呢種背景應該好順利㗎，但係理想好豐滿，現實好骨感。簽約 TVB 之後，佢同周星馳合作過《他來自江湖》，仲做過漢城奧運會前線記者，睇落好風光。但係事實係佢始終紅唔起㗎。1992年離開 TVB 之後，更加慘啊！靠出席活動剪彩為生，從亞洲皇后跌到咗剪彩皇后。係啊，就係咁現實㗎。但你以為呢個就係結局？大錯特錯。1991年，楊寶玲做咗一個改變佢一生嘅決定。佢投入大部分積蓄，成為6福珠寶嘅聯合創辦人同品牌代言人。嗰陣呢一間鋪只係香港北角嘅一間細鋪頭，邊個估到幾十年後會發展成全球擁有超過3470個零售點嘅珠寶帝國？1997年，6福珠寶成功喺香港聯交所上市，同周大福、周生生、謝瑞麟並稱香港4大珠寶品牌。楊寶玲作為創始人之一，身價保守估計過億港元。你睇下，邊個話佢係剪彩皇后？人哋依家係珠寶皇后啊！但係講到感情生活，楊寶玲嘅故事就真係一部狗血劇啊！第一段婚姻，1994年，佢同新加坡音樂人陳容森喺澳洲秘密結婚，3年後離婚。估唔到陳容森竟然向媒體爆料，講到楊寶玲慾望太強，一個星期要10次之類嘅私密嘢，搞到佢女神形象崩塌，俾人冠上玉女惡名。其實離婚真正原因係陳容森另結新歡，但佢為咗甩身就抹黑前妻。呢種男人真係渣到冇朋友啊！第二段婚姻，2002年，佢同美籍華人黃妍妍結婚。呢位老公係拉斯維加斯美高梅及凱撒皇宮賭場亞洲區副總裁，聽落好威水㗎。兩人喺拉斯維加斯舉行婚禮。2007年生咗個仔 Nathan， 但係長期聚少離多，呢段婚姻喺2014年都係畫上句號。你以為故事就係咁？冇，最精彩嘅喺後面。2015年，49歲嘅楊寶玲通過 Facebook 喺舊同學聚會上重遇大學初戀 Gav， 一位英籍人士。兩人17歲拍拖，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分手，一分手就係32年。重遇之後，兩人交往僅僅3個月就閃婚。楊寶玲帶住個仔 Nathan，Gav 帶住2個女，組成咗溫馨5口之家。你可以想象嗎？兩個人由17歲嘅初戀分手之後各自結婚生仔，經歷過咁多風雨，去到49歲竟然重逢，而且真係結婚。呢種劇情連電視劇都唔夠膽咁樣拍啊！而家58歲嘅楊寶玲定居美國拉斯維加斯，過住半退休生活。
2025年初，佢同同屆港姐季軍林永嫻喺美國相聚，38年友情依舊深厚。網友上傳佢同個仔 Nathan 嘅合照，驚嘆似姐弟，35年嚟都冇變過。佢公開分享嘅凍齡秘訣係3少1多：少油、少糖、少澱粉，多飲水。佢每日飲10杯水、1支牛奶、1碗芝麻糊，體重嚴格控制喺110磅，一旦超過3磅即刻調整。呢一種極度自律，正係佢從亞洲皇后到珠寶皇后一路逆襲嘅人生密碼。1993年港姐冠軍莫可欣。如果要評選港姐歷史上最具爭議嘅一屆冠軍，1993年嘅莫可欣必定榜上有名。當年佢爆冷擊敗民選大熱郭可盈奪冠，全港譁然，連 TVB 大老闆邵逸夫都公開表達不滿。喺一次大型活動中，邵逸夫打破由應屆港姐冠軍陪同出場嘅慣例，改由女藝人曹縱陪同，擺明係俾面色莫可欣睇㗎。然而，就係呢個被全港嘲笑最醜嘅女人，最終收穫咗令無數女性羨慕嘅愛情同婚姻。莫可欣嘅奪冠同成龍密切相關。當年成龍係港姐評委之一，據報道，佢對莫可欣嘅高學歷十分欣賞。呢位港姐畢業於瑞士大學，擁有免疫與分子生物學學士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，精通粵語、國語、英語、法語、德語5種語言。成龍據理力爭力推佢獲得冠軍，被認為係促成佢當選嘅最關鍵因素。諷刺嘅係，莫可欣參選港姐純屬意外，係佢阿媽瞞住佢偷偷報名海選㗎，屬於鬼使神差。而呢個意外嘅決定，徹底改變咗佢嘅一生。奪冠之後嘅莫可欣喺 TVB 發展並唔順利，由於爭議太大，公司明顯唔待見佢，資源都俾咗民選冠軍郭可盈。5年間，佢只能演配角，冇一部真正嘅代表作。約滿之後，自動淡出熒幕。用佢自己嘅話嚟講，參演咗眾多影視劇，但係冇俾人留低多少印象。命運嘅轉折發生喺1996年，莫可欣喺拍攝《千歲戀人》嘅時候認識咗方中信，兩人喺朋友聚會唱卡拉 OK 嘅時候進一步熟悉，發現彼此都中意旅遊、紅酒，三觀相近。方中信係圈內出咗名嘅型男，被稱為香港理查基爾。代表作《又見一簾幽夢》中嘅費雲帆更係迷倒萬千少女，但佢都係出咗名嘅情場浪子。喺認識莫可欣前，曾經同1988年港姐亞軍陳淑蘭交往約4年，兩人嘅感情一度鬧出醜聞。2023年底，陳淑蘭喺直播中直認曾經怒刮莫可欣唔止一巴，原因係嗰個男人呃咗我。然而，莫可欣用包容同大度，最終收服咗呢個浪子。兩人原本約定唔結婚唔生仔，長期同居戀愛。方中信曾經公開表示未玩夠，唔打算結婚。2007年末，38歲嘅莫可欣發現自己有咗 BB。據報道，佢有 BB 3個月之後先至話俾方中信知。方中信用咗2個禮拜時間先至平復心情。外界曾經指莫可欣設局用懷孕箍住方中信，但佢堅定澄清：我從來冇逼過佢結婚，根本唔需要咁做，係上天要賜咁好嘅女俾我哋。2008年6月7號，兩人喺半島酒店低調註冊結婚。僅僅2日後嘅6月9號，個女符嘉情喺養和醫院出世。從相戀到結婚，呢段戀情足足行咗12年。而家16歲嘅符嘉情長相同阿媽如同餅印咁，但佢嘅人生卻走上咗完全唔同嘅道路。7歲開始學習騎馬，專攻馬術3項賽，已經被選入香港馬術精英計劃，係14位重點培訓嘅年輕騎手之一，目標係代表香港參加亞運會。方中信呢個昔日浪子，而家已經變身女兒腦，經常買芭比公仔幫個女化妝。佢曾經調侃話：因為個女嘅坐騎越嚟越大，越嚟越貴，所以我要繼續做嘢揾錢。近年學佛嘅莫可欣曾經喺訪問中講出一番驚人言論：我哋完全係2個世界嘅人，要維繫真係要遷就。其實我哋嘅夫妻緣可能係前世有啲嘢未還俾對方，所以今世嚟還。唔知今世對對方好啲，希望來世大家唔好再做夫妻，做返普通朋友。呢一番話引發熱議，但莫可欣嘅態度始終淡然。連老公方中信都曾經公開講佢唔靚，但讚佢人品好好。
佢採用以退為進嘅策略經營婚姻，從來唔查老公手機，唔過問行蹤。結果方中信反而主動匯報一切。55歲嘅莫可欣用佢嘅人生完美回答咗一個問題：唔靚嘅人就唔配擁有愛，唔配擁有幸福咩？3. 1998年港姐冠軍向海嵐。1998年港姐冠軍向海嵐嘅人生，從一開始就被謠言纏繞。佢奪得冠軍、最上鏡小姐、環球美態大獎、動感都會大使等4項殊榮，係港姐歷史上罕見嘅4料冠軍。然而因為姓向，佢被傳係香港影視大亨向華強嘅侄女，有黑道大佬撐腰，奪冠係幕後安排。呢個謠言困擾咗向海嵐好多年，佢無數次澄清，姓向係我阿爸自己改嘅，我爺爺並唔姓向。我屋企冇佢哋咁有錢，我都要努力賺錢，努力工作。同向華強家族只係同姓，完全冇任何親戚關係。向海嵐1974年出生喺香港銅鑼灣，父母喺佢10歲嘅時候離異，佢跟住改嫁嘅媽咪生活。17歲移民加拿大溫哥華，考入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，主修經濟學同心理學雙學位。有趣嘅係，佢同1997年港姐冠軍翁家瑞係高中同大學同學兼好朋友。大學畢業之後，佢原本計劃成為會計師，佢喺朋友影響下參加咗港姐選美，從此人生徹底轉彎。簽約 TVB 之後，向海嵐獲力捧成為當家花旦之一。2000年，佢主演嘅《楊貴妃》創下36.2% 嘅收視冠軍，飾演絕代美人楊玉環。但係真正令佢獲得認可嘅係2002年嘅《無頭東宮》，佢一人分飾兩角，將奸妃角色演到奸到出汁，令觀眾真到想揼爛部電視。從傻白甜正派轉型蛇蠍美人反派之後，向海嵐嘅演技獲得高度認可。2006年更加獲得最強人氣奸人王稱號。然而好景不長，由於 TVB 內部山頭文化，支持佢嘅高層失勢之後，向海嵐嘅資源直線下降，從主角淪為配角。2008年，不堪其擾嘅佢選擇息影，通過慧妍雅集名譽會長朱玲玲嘅推薦，進入佢老公羅康瑞旗下嘅瑞安集團工作，長駐上海新天地負責公關業務。2018年，向海嵐同朋友合共投資7位數字，喺香港中環開設翡翠珠寶店，開業半年就回本啦。店內珍藏價值數百萬嘅翡翠首飾。佢曾經晒出價值300萬港幣嘅帝王綠翡翠套裝，展現珠寶女強人嘅實力。而家佢仲同表姐同埋表姐夫合作經營保健品品牌，並入駐淘寶直播帶貨珠寶美妝。從演員到公關，再到珠寶商人，向海嵐嘅每一次轉型都堪稱成功㗎。截至2025年初，向海嵐仍然單身未婚。佢曾經坦言，港姐名銜反而成為感情障礙。身邊人以為港姐追求者多，唔敢主動追求。然而50歲嘅佢活得灑脫自在，一個人嘅生活都可以好精彩。而家唔理做咩工作，去邊度都唔使同任何人交代，呢種感覺好好。